今日會為大家繼續介紹刑法典關於用作犯罪嘅物件屬第三人嘅處理方式嘅規定。根據刑法典第102條第3款嘅規定，如果物件係在於屬善意第三人嘅紙張、其他器具或者係視聽表達工具入邊嘅燈錄、圖樣或者記錄，則唔會喪失該物件，但係應該喺消除成為符合罪狀嘅不法事實嘅一部分之後呢，先將物件去返還。如果返還屬不可能，法院需命令將物件毀滅，並根據民法嘅規定作出損害賠償。例如甲向乙借用一部手提電腦啦，佢聲稱係用嚟做功課，但實質上咧係用嚟製作並上傳侮辱他人嘅照片。咁呢個時候，由於乙係善意第三人，法院原則上唔可以宣告電腦喪失，但係應該係徹底消除用作犯罪嘅資料之後咧，先將電腦還俾乙。我哋下星期會為大家介紹咧因犯罪所得嘅物、權利或者利益嘅處理方式嘅規定，敬請留意。